皇上，请你定将用铁为业。我不皇上，我皇上，请保重啊！皇上，来翠，我连保重啊！我看恁若是两鬼创会了后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有道之君。皇上，请保重，来翠，来翠，保重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
就是安尼良鬼创法，所以才互老太后甲过怀逍遥法外。想袂到，李太后还阁伫这个人世。母后，母后含冤你十年，官人竟生不孝你，今日犹如梦初醒，怎不叫人哭伤悲？皇上，皇上量体事保重，事情已过无必伤。事关太后要心重，强头实在不可外扬。不用，天子幻化当思明，无论国情也风情，此案你心了不办，将卿如何管理？皇上，此事是有关当今太后，皇上你若是爱处理，必定爱慎重。若是无过怀的口径，皇上，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你先知影，皇上，你是打算如何使过怀伊招认口径呢？不用，李信想将这桩皇室强案交予报卿去办，不知母后圣意如何？包卿一向为官清正，办案如是，不能将这桩的皇室强案办得一清二楚。神客的万岁，过都堂已受封为9000岁，事后太后娘娘为万寿宫，恐怕若无皇上的意志，神是无法将过都堂押进开王府心门。路边客造圣上，主因包大人陈州放牛回京了后，尚在金殿也造了一本，量比过都堂，伊也列有拟文，有关贵文告状之事，若是讲要爱过都堂，交在开封府受审嘛，伊路边无价，必须要列4卡价才会用之。哦，但是路边在，以你之计，过怀伊敢为止？回皇上，过都堂，伊有太后做伊的靠山，假使伊若存心要为止者，恐怕圣上你也无奈他何啊！也若安尼讲，过怀毋就无将针放在眼内咯。皇上圣明，万岁，为神无价，不妨请单都堂。太后娘娘，路边敬一杯，祝太后万寿无疆。太后，你是啥样的？记
我今仔日哪会心神不定、心血来潮，好亲像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。太后，你是一国的太后，千万人之上，哪有啥物不祥的代志呢？无喏，自从包拯汀州放牛回京了后，突然间来提起李宸妃以邱江林鬼魂显灵之事，我就感觉一直心肝内伫咧不安啊。太后，唔免看虑遐尼济，请太后开怀痛饮嘛。启禀太后，皇上有旨宣召过都堂，告在议事房有国事商讨。过怀，20年前，你以老太后用金丝泥麻偷换太子，命令邱江林弹落金水池，要火烧碧云宫，害死你娘娘，行使邱江林以毒灭口，此事也毋老实招来。皇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话？罗比拢听拢无啊！过怀，事到如今，你还阁毋老老实实招出来审？皇上，罗比年岁遐尼济啊，眼花耳聋，记性阁遐尼歹，啥物？20年前，李毛换太子，这一切我拢毋知，也根本嘛无这个代志。我只敢若下乡带万寿宫的所在，皇太老太后，皇上，莫阁再问咯。过怀。皇上，我要来万寿宫侍候老太后咯。贵都堂，请留步。你什么人敢主动去咯？好大胆！我那是开王府保证。保证！原来是包乌火拖头，小小一个开王府尹，也搁离出的放肆，也无爱甲我闪开。贵都堂，皇上问你的话，你也未回答。皇上，你讲啥话？我一点也听拢无啊！贵怀你，来人啊！上贵怀后回开王府。包拯，你大大保天，老太后绝对免饶你！包拯，保证听旨，现在定命令你自从过怀押进开王府审问，一直到甲伊招认口供为止。神了是。今日奉礼，哪会突然间宣召过怀到议事房商讨国事？敢讲有甚物重要的国事呢？前日包拯汀州放牛倒转来，正在金殿提起李宸妃以邱江林的鬼魂显灵之事，奉礼宣召过怀，敢会是甲此事有关？李宸妃以邱子已经死遮尔多年了，敢讲真是会显灵告状？禀太后，即马过怀伫什么所在？皇上问伊啥物咧？伊甲议事房的时阵，皇上问伊20年前李茂换太子的代志，佮再讲火烧碧云宫、行使邱江林的代志。啊，过怀安怎讲？
本拢唔知啊，嘛无这个代志啊。要后来，后来皇上就甲伊压起来了。就交两个国大学士包在人心门。大人还过怀。放困。是。过怀。20年前，你以老太后强武，用金丝利麻换太子，陷害李娘娘。10年前，又行使口诛，以毒灭口，将士者来。李新辉生下怪物，先王将伊降罪，这到我何干呢？那呢？火烧碧云宫呢？碧云宫那是先王下旨销毁的。行使口诛呢？口诛违抗老娘娘的旨意，家己磕头来死，这到我啥物关系呢？胡说！来人！当营！好，背来，背来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啊！放手！启禀大人，犯人已经昏去。破冷水。是。过怀，你招也不招？你要叫我招啥物呢？20年前，你以老太后强武，用金丝利麻换太子之事，验将士者来。包黑的拖头，你防止郑州放牛倒转来，突然无中生有，讲什么利麻换太子，根本嘛无这代志，我嘛唔知。你要叫我招啥物呢？那呢？火烧碧云宫呢？这若是先王降罪消灭，我只是一路兵，防止刑事利益。行使口诛，以毒灭口，这是为什么？口诛违反公规，家己磕头来死，这是跟我何干呢？过怀，你真是唔肯招人，敢讲？你这个铁口硬硬，来人啊！好，当营！好，你，打球！
破水。乖乖，你也是将士招来，免受当刑。我无啥口经通食，当真不招？难道你是当身铁骨来人啊？再当刑！不吃，包乌花炭头，你用当刑，你逼我的口经心，哼！你就是将我逼死，我也是袂讲啦。如果你若将我用当刑逼死，食我无口经，后宫的老太后是毋是放你干休咧？